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市这间私立的中学，防疫的配套做无好势，造成着大混乱。讲咧举办国一入学的考试，到中昼学生考试考煞，为着防疫，禁止家长入去校园。就安尼，5000多个家长就挤伫学校的门口要来接囡仔。啊，学校嘛无开大门，敢若开小门，互学生囡仔行出去。这学生疏散的速度是有够慢，家长是等到有够久的久，等到气噗噗，附近的交通嘛大拍夹。开大门！5000多个考生的家长伫私立中学的大门口。开大门！不管家长安怎话，校方就是无要开大门，敢若开边仔门，互考完国一入学考试的学生为学校离开。几千名学生行出去，家长伫人群内面咧找囡仔，真正有诶连囡仔伫倒位都找无，接无人。家长有够生气，因为校方为了防疫，无要互家长入去校园，敢若开一个边仔门，互学生离开。有人是等50分钟才接到囡仔，有人是着急甲打电话给教育局长。学生已经考完了，那么大批的家长在校门口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会造成校园的拥挤，可能对交通也不太好。教育局长出面，校方才愿意将大门拍开。在校内人数很多，那我们排的队伍井然有序。我们学生一旦出来，家长就蜂拥而上，所以变成我们家长完全把我们的这个动线堵住了。后来我们请示了过以后，那还是觉得说，防疫优先的观念，可能还是要兼顾到家长他们的这个想法，所以我们后来还是把大门都打开。校方表示讲，因为考生来自全国各地，所以讲才提升防疫的规矩，无要互家长入去校园。因为校方一开始无想要开大门，互遮个家长挤伫遮，附近的交通嘛影响到，这无做好配套的措施，嘛莫怪家长会生气。